二年台语第4课甲第5课课文语词用语词讲一句话。咱先来唱第4课西北雨。第4课语词，老师念一句，你爱对咧念哦。四若等雷公，四若等雷公，乌阴天甲落雨天，乌阴天甲落雨天，好天落雪，风台天。好天落雪，风台天，大雾，雾，大雾，雾。你会使摕2支鉛笔，咱来拍节奏，对老师哪拍哪念。四若等雷公，四若等雷公，乌阴天甲落雨天，乌阴天甲落雨天，好天落雪风台天，好天落雪风台天，大雾，雾，大雾，雾。四若小妹足惊，四若甲等雷公。小妹足惊，四若甲等雷公。等雷公四若的时，毋通徛伫大树骹。等雷公四若的时，毋通徛伫大树骹。等雷公，小妹足惊，四若甲等雷公。等雷公四若的时，毋通徛伫大树骹。乌阴天，阴，你的喙爱合起来。我介意乌阴天，我介意乌阴天。外口是乌阴天，可能连暝要落雨啊。外口是乌阴天，可能连暝要落雨啊。落雨天，
落雨天骑车爱细字，落雨天骑车爱细字。落雨天出门爱会记得炸雨伞，落雨天出门爱会记得炸雨伞。好天，好天的时，咱才做伙去爬山。好天的时，咱才做伙去爬山。好天的时，上适合出去佚佗。好天的时，上适合出去佚佗。落雪，去年冬天阳明山有落雪。去年冬天阳明山有落雪。听讲日本已经开始咧落雪啊！听讲日本已经开始咧落雪啊！风台天，风台天尽量莫出门。风台天尽量莫出门。小妹足惊风台天，小妹足惊风台天。大雾，山顶时常会大雾，山顶时常会大雾。大雾的山峦看起来真水，大雾的山峦看起来真水。第五课，骑铁马。歇困日，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。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。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。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。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歇困日，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。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。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歇困日，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。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。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第五课语词，爱对老师做伙念哦。铁马，铁马，孔明车。铁马，铁马，孔明车。我上爱骑脚踏车。我上爱骑脚踏
车，机车、公车、客停车，机车、公车、计停车，船仔、船仔，回零机，船仔、船仔，回零机，捷运、捷运，甲高铁，捷运、捷运，甲高铁。咱有节奏来念一解哦。铁马，铁马，孔明车，铁马，铁马，孔明车。我上爱骑脚踏车，我上爱骑脚踏车。机车、公车、客停车，机车、公车、客停车。船仔、船仔，回零机，船仔、船仔，回零机。捷运、捷运，甲高铁，捷运、捷运，甲高铁。脚踏车、铁马、孔明车。慧玲讲伊袂晓骑脚踏车，慧玲讲伊袂晓骑脚踏车。我的脚踏车歹去啊！我的脚踏车歹去啊！机车、乌多摆。阿舅买一台白色的机车，阿舅买一台白色的机车。阿母拢骑机车去上班，阿母拢骑机车去上班。公车，我坐公车去上课，我坐公车去上课。伫公车内底袂使吵闹，伫公车内底袂使吵闹。计程车，计程车，停、停，拢会使。阿姨坐计程车去机场，阿姨坐计程车去机场。台湾的计程车是黄色的，台湾的计程车是黄色的。船仔，高雄港停几若只船？高雄港停几若只船？即只船连面就要出海啊！即只船连面就要出海啊！回零机，飞零机，飞零机。我想要坐飞零机出国去观光。我想要坐飞零机出国去观光。阿爸讲要带阮坐飞零机去平湖佚佗。阿爸讲要带阮坐飞零机去平湖佚佗。捷运，捷运。台北的捷运真方便，台北的捷运真方便。坐捷运袂使食物件，坐捷运袂使食物件。高铁，即马是惊坐高铁去台中佚佗。即马是惊坐高铁去台中佚佗。小妹足介意坐高铁，小妹足介意坐高铁。语词测验，语词测验，请你徛伫椅仔后壁，老师予你15秒的时间，
咱就要开始算啊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咱来看要安怎算。今仔日咱要用咱的骹，用骹来读。老师若是出题目讲好天，你就爱像伊安尼用骹来读好天。老师若是讲落雨天，你的骹就爱举好悬悬。准备好啊？要开始啊哦！第一条，是哪？是哪？第二条，大雾，大雾。第三条，单雷公，单雷公。第四条，乌阴天，乌阴天。第五条，落雪，落雪。第六条，落雨天，落雨天。第七条，过停车，过停车。第八条，机车，机车。第九条，回零机，回零机。第10条，节温，节温。第11条，船仔，船仔。第12条，高铁，高铁。摊大的题目，你拢会晓念啊袂？你拢认真念，老师认为你就是100分。今仔日咱就讲到这，要甲恁讲再会啊！会记得逐礼拜去学校的网站看台语练武功，老师拢会下新的消息咯。第二，会记得甲你第3课、第4课的录音还是录影，会当找弟弟妹妹、小妹、小弟、阿爸、阿公、阿嬷和你做伙念哦。希望咱会当较紧见面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再会。